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0，诗篇106篇一直安尼讲：恁着学乐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直直。三甲来祈祷，慈爱永远直直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，互阮通领受你的恩典甲同在，阁互阮甲你立约，成做儿女尊贵的身份。这是何等的疼痛甲大恩，互阮这个原是卑微不配的人，通领受这个福分。阮要深深献上感谢。主啊，你对创世以来，就为阮准备好一切恩惠，互阮通来承接甲领受。主啊，你的疼是遐尼长、阔、悬、深，是阮无法度测度的。主啊，我们一世人来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慈爱永远直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